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岭东科技大学推动着毕业就是就业，特别来举办着产官学联名大会，甲中部26间出名的企业来推动着产学的合作，培养人才。 26间优质的企业做伙甲学校签约合作，成立产官学联名大会，为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来打拼。在招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邀请企业能够一起进来，来选拔我们的这个适当的学生。那么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就业，也就是变成他们的正式的员工。 互学生毕业就有头路，岭东科大这几年来透过产学的合作，加速电影产业的升级。即马扩大规模，合作企业有26间，希望讲伫双方的合作下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。 一定帮我们筛选过了，所以让进来的学生的素质都能够符合我们的需要。透过学校课程的规划甲设计，互学生毕业就使就业，一来解决企业无人才问题，二来互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加有发挥的舞台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